大家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長沙灣喜匯一個525尺兩房嘅單位。喜匯位於青山道399號，由房協喺2016年入伙，樓底高大概9尺半，個廳大概係8尺半乘以18尺。我哋喺另外一個角度睇下個廳。窗外景觀，第一間房大概係6尺半乘以6尺半，唔計窗台。咁業主就利用咗個窗台做咗個3尺嘅床，3尺半嘅衣櫃，連埋書台。主人房大概係10尺乘以7尺。咁同樣都係利用咗窗台做咗張5尺嘅床，大概4尺嘅衣櫃，洗手間。最後就係廚房，廚房都有個工作平台嘅。好，我哋今日睇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